總結2025年嘅樓市數據同埋新一年2026年嘅走勢。喺2025年嘅樓市咧係跌咗15%嘅，咁啊樓價係報4750蚊一尺，咁啊比起前年5006蚊尺咧就跌咗850蚊一尺。咁啊成交量方面咧係跌咗6.7%。咁啊喺前年咧係3057宗，咁啊去年咧只係得翻2800幾單，咁啊少咗差唔多200幾單。咁啊住宅總成交規模嘅跌幅咧係疊加嘅，咁啊總金額咧只係去到160億，咁啊比起前年咧再減少多2成㗎。咁比較翻10年前咧個規模咧只係得翻27% 左右嘅啫。總結樓價咧已經去翻13、14年前啦，咁啊樓價咧已經係跌破咗2013年嘅數字，去翻2012年嘅下旬。轉睇翻租金方面啦，全澳門整體嘅租金咧實用面積係140平方米，咁啊暴升2.3%。咁啊，即係話係建築面積尺咧係9.1蚊，咁啊其中升得最多咧係林茂塘6.1%，咁啊其次係氹仔市中心4.1%，咁緊隨3% 以上咧都有好幾個區域，望下水塘、新口岸、路環、外港同埋南環新填海區，咁啊都係升3.1% 至到3.6% 之間嘅，咁啊跌得最多係南環、西環同埋主教山。咁啊跌咗8.1%，咁啊其次係荷蘭園跌咗1.4%，咁其餘咧都係唔超過1% 嘅跌幅嘅。咁啊目前全澳門租金最貴嘅地方咧，氹仔舊城區及馬場，租金咧係去到每平方米208蚊實用嘅，咁啊即係建尺咧係13個半，最平租金嘅咧係大學城同埋北安灣區，咁啊係105蚊一平方米實用，咁啊即係建尺咧係6.8蚊一尺。咁啊按唔同面積段嘅租金啊，50平方米以下係最貴嘅170。50至100咧係139，100至150平方米係128，150平方米以上咧係124。咁其中升幅最大嘅咧係100至150平方米升3.2%，咁其次咧係50至100平方米升2.7%。接嚟講下消費者結構啊，咁但係講之前咧買賣澳門樓一定要揾澳門炒房，大家可以直接下載 APP 或者咧上小程序咧搜尋澳門炒房咧都可以用得到噶啦。裏邊嘅盤源好多啦，成交資料好齊啦，咁大家如果要揾圖則咧都相當方便嘅。咁啊而且好多盤咧都直接撳個掣咧就可以睇晒成個 VL360，唔使去現場咧都睇得好清楚。咁啊裏邊仲新增咗一個 AI 自動生成裝修功能嘅，咁啊撳個掣咧就已經可以睇到裝修之後嘅效果啱唔啱你啦，咁啊十分方便實用嘅。咁翻嚟講翻買家結構啦，非本地人買樓咧嘅增長係多咗唔少嘅，咁啊去到9.02%，咁比起上一年7.72%咧，按比例係多咗17% 啦。咁啊比起前年得2.51%咧，按比例係增長咗2.6倍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呢個數字雖然有一個比較大嘅增長，咁但係對於開發外地人嚟澳門投資啊，或者係一啲非本地居民喺澳門買樓嘅意願咧，其實佢嘅開發度依然係唔高嘅。咁尤其是同香港咁大規模外地人買嘅對比啦，咁仍然有好大嘅進步空間。咁啊希望以後嘅政策咧，可以推動到更加多喺澳門揾錢或者成日嚟澳門嘅人咧，可以喺澳門投資啦。咁我哋再睇下各個面積段嘅均價。咁啊首3季嘅數字咧，比起去年咧係跌咗16%。咁其中咧50平方以下咧，同埋50平方至100平方咧係分別跌咗有17% 嘅。咁啊係跌多過平均值嘅。咁啊100平方至150平方係跌咗15%，150平方以上咧係跌咗13% 嘅啫。咁啊低於平均值嘅。咁同2023年比咧，總體跌咗23% 嘅話咧，50平方以下咧係跌咗足足3成，50至100咧跌咗24%。呢兩個細嘅單位嘅數字咧都係高於平均值。咁咧反為大單位100至150平方跌18，150以上咧跌20，咁係低於平均值嘅。咁呢啲數字講咩咧？我哋深入再睇下，2021年咧其實最貴嘅係50平方米以下，咁啊係達到11.4萬。咁啊50至100咧係排第2，咁啊100至150排第3，咁啊最平嘅咧係150以上。咁呢個比例咧，其實一路維持咗好多年，大家都知啦。細單位係貴過大單位好多嘅，咁所以導致好多發展商，包括我哋公共房屋咧，都因為呢個需求好大，個價錢比較高，咁所以我哋咧都起咗好多細單位。咁啊喺過去呢10年或者喺未來嘅供應咧，都會持續都係有好多細單位嘅市場上邊。咁其實咧之前我都提過噶啦，喺100至150平方或者150平方以上嘅大單位上邊咧，其實一向咧嗰個供應咧都係比較少嘅。咁我睇到過去10年同埋未來5年咧，都睇唔到有啲咩特別嘅新供應係存在嘅。咁加上本來咧佢嘅價錢咧都係落後於細單位嘅，咁所以喺個走勢上邊咧，我哋一路都係講會比較睇好大單位嘅價錢，而睇唔好細單位嘅價錢嘅。咁估計未來咧先唔好講升定跌先啦，因為呢個都係比較長遠，可能都會有變化嘅事啊。咁但係如果咧就算個市係升咧，咁我哋覺得咧大單位咧都係會升得多過細單位嘅。咁就算跌咧，
大單位都係會跌得少過細單位嘅。咁因為咧過去咧可能10年前啊、20年前，因為嬰兒潮而出嚟嘅一啲年輕人，佢哋好需要買樓啊或者換樓啊。咁呢班年輕人咧，其實佢哋都開始唔再年輕啦。咁過去咧好多開發商或者就算政府咧，為呢班年輕人考慮咧，都係起咗大量嘅一啲開放式啊、一房或者一啲細嘅2房單位啊。咁而家當呢班年輕人去到同我都差唔多年紀，去到30零啊、40零或者50歲左右咧，其實我哋嘅需求咧係開始會轉去3房或者4房嘅單位上邊嘅。而事實上市面上咧，大部分而家剩翻嘅庫存單位咧都係細單位為主啦。咁啊大單位都係有嘅，不過亦都唔多啦，亦都睇唔到未來咧會繼續會有新供應啦。咁所以估計咧大單位咧都係會比較睇高一線一啲咯。咁啊再睇下2025年咧邊個樓盤係成交最多，亦都方便大家咧去做一啲分析。咁啊排第一嘅係天璽湖咧196間，咁啊實用面積嘅成交價咧係113000蚊。咁啊第二名咧係柏悅128間啦，咁但係其中有80間係內部轉讓，咁所以實際大概48間到啦。咁啊同豪庭都會咧係並列第4嘅。咁啊實際上緊隨其後咧，本來應該係排第2嘅應該係金峰系列。咁啊總共咧係有89單嘅成交，咁其中南岸咧係均價成交係7.4，名匯咧係9.1萬，名著咧係11.6萬嘅。咁啊接下嚟咧就係豪庭都會咧有48單嘅成交，咁啊成交均價係7.1萬嘅。最後我哋睇埋個空置率，咁啊全澳門整體嘅空置率咧，其實喺過去呢5至10年咧都係6點幾啊、7點幾個 percent 嘅。咁但係今年嘅空置率咧改善相當驚人，係去到5.6幾個 percent 嘅啫，改善咗足足1個 percent 啦，係相當大嘅一個數字。咁空置庫存最高嘅區域咧係望廈及水塘區咧有1391個，咁啊路環咧有1294個，氹仔市中心咧係1184個。咁其中值得留意嘅咧係路環嘅走勢啦。其實喺5年前咧佢仲有2289個嘅，咁啊5年裏邊咧減少咗超過1000個咧，係一個比較大嘅進步嚟嘅。咁存量最少嘅區域咧，第一係東望洋區，咁啊係108個嘅啫。咁其次咧係大學同埋北安灣區，咁第三咧係海洋同埋小潭山區。總結2025年咧，其實大家初頭咧都會預期同香港一樣咧會出政策，令到成個樓市資料回穩啦。咁甚至乎可能會越嚟越好啦。咁但係最終咧政策都係落喺2026年先正式推出嘅。咁據我理解咧，其實2025年咧成個市況咧其實係有好大嘅波動。咁啊外圍又有貿易戰啦，又有股票嘅波動啦。咁內圍又有衛星場啊，又有出生率嘅一個影響啦。政策可能一早擺咗喺度啦，不過可能一個啱嘅時機先出咧，亦都係無可厚非。甚至乎咧，可能效果會更佳嘅。咁好多人咧都預測過2026年出咗呢個政策之後嘅一啲變化啦。咁我都講下我嘅睇法啦。咁我覺得咧出咗政策之後咧一定會好嘅，因為咧起碼喺過去咧我哋都要30幾個 percent 嘅首期咧連稅啦。咁而家咧只係需要俾2成，都唔需要俾稅啦。咁淨係購買力咧都多咗幾十個 percent 啦。咁始終咧嗰個截止日期都係12月31號啦，而唔係1月31號啦。咁所以而家呢個 moment。要所有買家係1月份、2月份就已經出咗政策，大家搶住去買樓啦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唔係好現實嘅預測嚟嘅。咁不過如果要睇下個政策究竟係咪真係有效呢？其實我覺得可以比較下1、2月份嘅成交量呢，同上年同期去做一個比較呢，係咪真係多咗幾十個 percent 咯？咁如果按比例都有呢個增長啦，咁啊即係證明可能都算係有效啦。咁但係如果連呢一個幾廿個 percent 都多唔到，同上年都係差唔多甚至咁少嘅，咁呢個力呢真係唔夠力咯。咁可能就要再加少少政策咧先至得啦。咁澳門樓市咧，其實另一方面都會受少少香港嘅氣氛影響啦。咁香港去年大家都知啦，成個投資氣氛都好熾熱啦。咁由上年嘅下半年到今日咧，其實都已經有10幾個 percent 嘅升幅啦。咁甚至乎咧，去到11月開始咧，已經係冇咩發展商賣樓，係等到個市升到咁上下咧，先會再推樓盤出嚟啦。咁所以導致到成個市況咧，嗰個供應量更加少啲，更加熾熱一啲啦。而澳門作為另外一個特區啦，香港有嘅政策稅務優惠咧，其實澳門都有嘅。咁如果香港再升多少少啦，而澳門咧其實低到一定嘅程度咧，會唔會有機會吸引到呢啲外資咧，亦都投資澳門咧？咁呢個值得大家關注嘅。咁睇下個比例突然間會有增長嘅話咧，個趨勢一出嚟咧，其實可能會好急，咁大家要留意住啦。最後同大家介紹下啦，我哋已經出咗2026年嘅澳琴投資攻略噶啦，咁啊係完全免費嘅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留言俾我，後期工作人員咧會聯絡你，或者話俾你聽喺邊度可以領取得到。咁啊或者如果有其他想知道嘅樓市資訊咧，可以隨時關注或者留言話俾我知。多謝。